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俗话咧讲，皇帝嘛欠苦银，这意思是讲，就算是有钱人，嘛是有手头闲、无钱欠钱的时阵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欠考验欠第三条欠钱的欠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欠本地意思是讲开喙偷窥亚线的款式。若咱现代较常用到意思是讲不足、无够意思，咱讲是欠亏，嘛有人讲是亏欠。若甲人借钱无还，咱讲是欠钱、欠小、欠债。像人讲翁仔某就是小欠债，若买物件暂时欠小，较慢付钱，咱讲是賒欠。现金无够就是欠买，若无够用就是欠用，一直欠人钱拖咧无还就是拖欠。另外身体若无拄好，咱讲是欠安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欠点，意思就是缺点；第二个词读做欠亏，意思就是无够、有需要，又就是不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咱做人千万唔通欠钱怨债主，不好怨父母，爱知足，都袂认为讲有欠亏无够的所在。普通时罔扣需要的时，就唔免借，自然就袂欠人。甲家己欠点的所在，一个一个来改进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欠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